继续来看农历过年，警方加强安全维护的工作，增加早起毒品的辨识。时间是1个月，比去年足足加出1倍。讲疑似工作量增加，引发到基层员警的大反弹。警政署长黄明昭特别出面来培会，讲打击早起一直拢咧进行，只是延续到春安的工作，甲去年比起来，并无增加工作量。另外，伫台中西屯一间电子的游艺场，昨下晡去互开14枪，虽然枪手已经抓到，也毋过警方为着要防止帮派犯罪，深夜也是扩大临检，阁抓到一个通缉犯。电动警发生枪击事件后，警方真紧张。虽然讲开枪嫌犯已经抓到，也毋过警方依然毋敢大意，半暝去tìm检电动警核对现场人客资料。代志发生伫昨下晡，电动警和一个枪手举长枪伫店门口连开14枪，现场拢是枪支壳天崩冒拍几啊空，涂骹阁有枪子。开枪的过程中，敢若有人客骹有受伤，警方为了避免帮派犯罪，针对电动警KTV 等等5、6场所隆重临检。昨天动员警力大约30名，查获1名诈欺通缉犯1名。过年，警方要加强安全维护工作，新增加早起毒品的项目，时间有1个月，比去年15天足足加1倍。结果，警政署长以面车专业，和真侪人打春安互骗，甚至有人写讲基站真愤慨。做对啊，你觉得是为了什么？百姓的那个安全。我们这些规划是已经都在进行了，但是把它延续在春安工作，跟去年比较起来，我们是没有增加他们的工作量，而且他们排假都是正常。署长黄明昭强调讲，主要是鼓励员警加强打击早起，无要用处罚的方式求绩效。不过最近诈骗集团才唱手，也有枪击案遮济，警方要让民众安心的过年，恐惊爱加用心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